佛山工廠雙氧水洗魚翅，工人話食死啲有錢佬啫。就係南海風乾村呢間工廠用工業用雙氧水洗魚翅，工廠好污糟，洗翅水係黑色㗎。工人用工業用雙氧水再扣氨水，將魚翅漂白同埋防腐。呢啲魚翅部分會運到香港同埋廣州出售。這不是很容易吃死人呢？反正有錢啲人食㗎，都唔關我哋事。有錢啲肯定食毒品㗎，冇得傾啊！那你們老闆自己不知道有毒嗎？個個都知道啊。有毒都照用，為咗賺錢咯。因為工業用雙氧水價錢只係食品級雙氧水嘅1/5，就算明知人食咗可能會致癌、畸形、基因突變都唔理。除咗用毒藥洗魚翅，人造魚翅都有。山西太原魚翅批發市場就俾人踢爆賣合成魚翅。這是用魚膠做的，這個只吃呢，可以說有的廚師就分辨不出。在這種真魚翅中摻一點，好多很高端的飯店都是這樣做的。合成魚翅每斤批發價只係20到100蚊人民幣。